小秋，你敢知我等这天一定等足久啊？虽然我这摆身体有淡薄仔忝，淡薄仔喘，不过不要紧，我小休困一下，我就会当恢复体力啦。对了，小秋，你敢会记咱细汉的时阵捌耍一个游戏，叫做123木头人？你即马就甲我当作亲像木头人同款。虽然我即马还阁袂顶袂动，不过小等下我得当活动自如，然后再甲陪你做伙享受这新婚甜蜜幸福的时光，好不好？没问题啊，我喜欢生123木头人游戏啊，而且我有准备一礼拜要食要啉的物件。咱人伫咧厝里拢莫出门，就当作是伫咧度蜜月。一礼拜，安尼哪有够啦？我一世人永远拢甲你黏条条。张振凯，爱知足，袂当贪心。对啦，小秋，我有一个放伫心肝内足久的问题。想要问你敢会当老实回答我？好啊，你问。就是你是为什么时阵开始对我有感觉？你什么时阵哦？我想看卖哦。啊，我会记得。有一个我看到你甲迄位贴文，迄个时阵我心内感觉足酸诶。后来你甲我手抓条条，要向我解说，我雄心脏跳足紧诶。差不多就是迄个时阵，我才确定家己对你的感觉。阿烈，张振凯先生。哇，若是要讲，就要为我细汉的时阵开始讲起来。我想一下我记起来，是为读小学耍躲避球的时阵，迄当阵哦，你常常用球甲我牵着，害我背叛出草，就是为迄个时阵开始。我记迄当阵心内足生气，我就甲家己讲哦，迄个小秋。这个袂输敢若好爸母诶，我就咧想讲，好，不要紧，等我大汉了，我绝对要甲带倒来，叫三顿甲修理，好好出这个鸟车湾。哦，张振凯，我在细汉时阵就敢骂我好爸母，带我受着要报仇，你哪会当遮超过？好啦，你莫安尼啊，我即摆是白人咧，莫生气，开玩笑诶。我唔管啊，我爱你陪做啦。等你背好开了，我要听你唱歌给我听。我就想要听你进前告白，唱给我听一首情歌。好啊，等我背好了后，莫讲是逐工唱来听，只要3顿唱嘛无问题。对啦，小秋，伫婚礼之前，我有做一个蛋糕要互你食，即马应该还搁放伫冰箱。黑黑甲白派啊，要甲伊当起来，你稍等我来摕。哇，振凯，多谢你，蛋糕看起来就好食呢。小秋，其实我只是一直在找机会，想要对你讲出我破病的代志。不过我真正想无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向你开嘴，所以我就把我对你讲的话，拢写伫咧纸条啊，藏伫咧蛋糕内底，希望你食的时阵会当发现。你哪会当出这种后步？我若是看到迄纸条啊，我一定把蛋糕勾伫你的面。你今晚要勾，还阁会付的啊？那你要看买纸条写啥？